台南自动驾驶公车伫完成无载客到800位乘客路线测试以后，上午伫市场5位条件证，包括系统业者、公车客运、甲列宁电动车厂等4大营运团队正式签约，嘛宣示自动驾驶公车的台南队正式成立，迈向全新的里程碑。以后就是进一步朝向商业运转的营运。3、2、1。请签署，结合各自优势进行进一步合作，基于友好及长期紧密合作之意愿，特签立合作意向书作为未来合作的基础。那自驾的中巴才在经过1年多的一个封闭场域测试之后，现在已经开始走入开放的道路里面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次的这个自驾车的这个实验，这个路障实验能够顺利，那也台南市政府也愿意跟不管是系统业者，或者是这个公车业者，或是绿能业者，我们一步到位，让绿能的电巴直接可以上路，那就在一方面减少了环境的问题，要增加了大家对于自驾车的一个信任感。我们希望说这次的试验，到10月这半年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。高雄局长王美蝶会中表示，签约以后，接续第2档的实验计划，包括电动巴士车辆选择、路口合资安全、会当自动闪避障碍物功能等技术，以及由咱在地客运来营运等4大升级。高雄局表示，预计今年第3季会当开始比较一般的公车路线来收费载客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何乔芳采访报道。团队以及今天所有关心我们智慧